继续来到台南市，一间国小出现着色狼。这个男子甲学校的关系袂歹，三不五时就会参加学校的活动。但是去年竟然甲学生威胁，有3个小男童来受害。家长当时向议员来投诉，是讲甲目屎四男随，甚至甲教育局的官员归入来侦情。这个色狼涉嫌性侵，已经被起诉。但是议员阁来压料，讲这个学校去年的毕业纪念册竟然阁出现这个色狼甲学生做伙翕的相片，这对学生囡仔来讲，根本就是二次伤害。这个照片是孩子的毕业纪念册。即阵的时有提出相片，其中甲学生做翕相，这查甫人有对学生囡仔学未来，也毋过嘛参加学校室外活动。为什么狼叔可以跟小朋友睡在一起呀？其实当他是家长吗？他是学校的志工吗？台南市议员林彦章骂到局长，这个事件发生伫2019年，台南市一间高小甲校方关系袂歹查甫人，时常伫校园出入，囡仔拢叫伊大叔，伊时常用四手手机诱拐查甫的学生囡仔，带到校园的便所去学白蒙，也是性侵。这个人因此被告嘛被起诉，警方查出来讲有3个囡仔受害。想要到2019学年度的毕业纪念册内面，校方各用这个查甫人甲学生的相片。这一本毕业纪念册是让我们的孩子未来是在纪念这个狼叔吗？那他们的孩子的心理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一直记得这件事情。林彦章议员骂校方对学生家长二度伤害，家长嘛感觉校方有够悍。伤悍嘛，伤离谱啊！哪有可能这个情形发生呢？学校讲会随处理。请他们把毕业纪念册带到学校来，然后由我们学校人员过去帮他做一个跟换贴的动作。虽然决定要全部换掉，不过家长表示讲，无应该出现的相片后续的处理，阁无够完善，对因来讲真正无法度接受。